72騎樓啊！喂，點歌，係呢度咧音樂咧就10點半就關音樂，你哋可以喺度坐到11點。嗱，如果你覺得唔舒服啊，或者琴晚住仔呢間叫岩宇間，藝術民宿，好有藝術氣息嘅。其實講清楚啲咧，就係住一間高級嘅度假屋，靚過長洲嗰啲。去睇畫展啊，增加啲藝術氣息。去舊機場餐廳食晏。芙蓉鎮啊，入芙蓉鎮就要買飛嘅，都唔似芙蓉鎮咁高級嘅。步入芙蓉鎮，準備呢個好耐嘅桂花樹，話100幾年。嗱，謝俊寫嘅呢個芙蓉鎮3個大字，有個好大嘅廣場入到嚟。在这里歇脚，月亮在这里入眠，小船別了幾多載，難尋你所在，就算天荒。嗱，芙蓉鎮坐呢隻郵輪過對面紅石林。夢到有個絕頂雙雙。
智能酒店啊，叫小 T 嘅要。嗱，而家示範下先。手 T 手 T， 我在。關窗。暫時不會，不過我會越係喎，來越聰明的。冇得關窗喎嚇。手 T 手 T， 手 T 手 T， 在呢。關燈。好的，燈光已經全部關了。好玩啊！鳳凰古城。哇，這個真好看。好唔好玩啊？而家行鳳凰古城嘅旅遊區，行完之後咧就行呢個生活區，老百姓嘅生活區，即係兩種嘅。朝頭早嘅鳳凰古城啊，而家入去啦。鳳凰古城遊客區，好多婆婆喺度做下啲生意啊，賺下啲私己，賺啲外快。同埋有機會啊！啱啊，鳳凰城啊，因為咧以後只可能就係越嚟越熱化。點解會鳳凰城咧？就因為朱鎔基嚟到話：你哋呢個鳳凰古城已經唔係鳳凰古城啦，咁樣講。到你真係冇晒商業味道咧，我就再加埋個古字落去。但係朱鎔基都死咗，到而家都係商業性質。官渡口啊，呢個係做官先入得去嘅係嘛？嗱，而家真係入咗去古城區啦。真嘅。
呢個脆脆街係俾啲原住民喺度擺檔做生意，一定要買真嘅嘢，習大大訓示咗。咁嘅人就係正宗人，但係咧轉過頭嚟睇睇，我哋出邊有好多呢個圖案，我睇到未啊？以前係相睇嘅，唔好靠近佢，千祈唔好買佢嘅，因為咧佢點解唔敢行嚟？佢只敢行就呢個地方，佢唔敢入去嘅啦。點解啊？因為呢條街成條街都係真嘅嘢，只有佢嘅圖案上邊嘅嘢係假嘅嘢。所以佢入去咗之後咧，如果對你係佢嘅首選買咗嘢之後咧，佢就係假一半十年嘅金仲坐監嘅，所以我唔敢行。好，旅程完畢，而家喺鳳凰古城高鐵站搭4.3車翻到去深圳北就9點半。